一架飞机在空中航行了5年，最后平安落地。可在乘客的心目中，只不过是几分钟的旅行而已。但自从回归以后，翠花时常会看到水泥天使的单独召唤。还没等他搞明白要救的人是谁，更诡异的事即将要发生。所有遇难的乘客都接到召唤，几乎在同一时间聚集到828航班面前。正在他们不知所以的时候，飞机竟突然自爆，因此他们被中情局重新请去喝咖啡。可答案还是出奇的一致，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来到机场，只是单纯的巧合而已。他们的确嫌疑很大，可监控显示他们并没有制造恐慌，只能无奈地放他们回去。可前提是与飞机有关的事都要严格保密。但其中一个乘客却破坏了规矩，将828航班的事爆料给了媒体，声称自己有很重要的第一手材料。结果当天晚上他就出了意外，仿佛暗中有一股神秘力量，不想让人知道828航班的事。看到新闻，翠花觉得对方的死一定与召唤有所关联，于是利用警察的身份混入了现场。可还没等他们上手，中情局的大黑也赶到了现场，翠花也只能落荒而逃。为了继续追查下去，翠花去见了本案的嫌疑人，可同时他也是本案的报案人。对方马上就说出他的名字，并说828航班的人他都见过。虽然翠花很蒙圈，可还记得质问他为什么要杀了死者。I'm gonna kill myself. When I die, I will return. I will be like you. 回家的路上，翠花再次听到召唤。根据她的指引，翠花拦下了一辆车，仔细一看，副驾驶的座椅上恰好放着死者丢失的项链。原来死者并不是遭到诅咒，而是被自家的保姆所杀。此事刚刚了结，828航班其中之一的金姐在自己的身体里检查出一种特殊的蛋白质，这种物质只有接近死亡的人才会出现。金姐怀疑828上的人都会有这种物质。另一边，刚刚被谋杀的死者尸体也被神秘人偷偷运输走了。第二天，金姐也看到了水泥天使，起初她认为是自己的幻觉，可当看到地上的水脚印，她不淡定了。Hey, Sandy, ready to go? 之后，金姐跟着地上的脚印来到一间病房门口，一个黑人娘娘腔突然冲了出来，嘴里反复念叨着一个名字，还说那个人是828次航班的空姐。然后娘娘腔就被当成精神病拖回房间。难道之前召唤说要救的人是这个娘娘腔吗？